大家好，我係黃德維添 Sir。咁啊，呢一兩日咧就收到好多市民嘅反應，就呢個2025年嘅現金分享嘅新政策咧，就好多唔同嘅建議俾黃德維添 Sir 啦。咁啊，睇到2008年咧，澳門政府咧推出呢個現金分享制度咧，其實咧真係幫助到好多嘅澳門弱勢社群啊、澳門市民啊，去抗通脹啊、抗壓力啊，去解決到好多嘅生活上嘅開支啊，就等於一個救命錢。咁喺5月29號突然推出呢個嘅新政策咧，就係全年要喺澳門要住滿183日嘅條件限制。咁我哋建議咧就係可以參考一個澳門行政程序法典裏面嘅公開諮詢嘅一個流程。咁起碼咧，澳門市民可以對政府更加有一個嘅信心啦，同埋推出呢個政策又更加有公信力啦。咁啊，睇到而家澳門嘅實際情況。呢個嘅失業率高啦，揾工難啦，物價又高啦，住又貴啦，咁所以咧好多咧澳門嘅弱勢社群啊、長者啊、失業人士啊、獨居老人啊、殘疾人士啊，佢哋都住唔到澳門啊，係住唔起澳門啊，變相咗咧，佢哋只好咧就喺珠海啊或者大灣區去住啊生活啊，咁變相咗咧，我哋澳門政府咧應該咧要係體恤呢個嘅澳門弱勢社群啦，同埋咧係創造更好嘅一個嘅生活環境，一個嘅就業環境俾我哋嘅澳門弱勢社群喺澳門居住。咁啊，現金分享制度咧就唔應該就係同呢個嘅社保啊、公積金啊嗰種制度咧去套埋一齊嘅，要求住滿183日啦。咁啊其實可以優化嘅。咁啊睇到咧呢個好多市民嘅向黃德維添 Sir 申訴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將會去交信咧俾澳門特區政府咧，希望咧佢可以係作為一個參考啦，同埋提供2點嘅建議嘅。咁啊，第一點咧就係希望呢種政策咧有個緩衝期，去到2026年啦。咁啊，另外第二點咧就係希望咧可以係有一個公開諮詢啦，同埋咧去優化呢個嘅2025年呢個現金分享嘅制度啦，同埋咧就係可以係簡化一啲嘅申請啊、申訴流程啦。咁其實咧，澳門政府咧應該係要做好一點，就係做好一個招商引資政策啦，有多啲老闆嚟澳門去做生意居住，咁變相咗咧生意多，咁啊稅收就多啦，稅收多，咁澳門咧政府咧就庫房就 OK 啦，民生無小事，有咩問題咧可以咧隨時咧聯絡添 Sir 啦，希望咧澳門政府咧可以係聽民意啦。咁我哋咧馬上咧就向呢個嘅特首辦咧去交信啦，希望可以咧特區政府咧可以係參考我哋嘅申訴訴求。好啦，啱啱咧添 Sir 咧就交咗呢個嘅建議信咧，就俾澳門特區政府咧，希望咧可以係參考我哋嘅建議，同埋咧有一個嘅書面嘅回覆。澳門人加油！